香港房東話俾 Sandy 知，他只是偶爾度假。當初選擇在西區的綦江河邊，就是因為飯後散步方便。但是他不知道多少能賣，裝修方面又花了不少功夫，所以讓 Sandy 過來測評一下優缺點，到底多少才能賣掉。小朋友接送要去到這裡，176方3圍呢度嘅物業2蚊3毫8，但係車位只有1比1，還是有點緊張。總高16樓的小高層，呢度6樓，2個電梯2戶人家，也是個優點。有冇粉絲知道呢個係咩裝修風格？客廳、餐廳、走廊、房間能擺的都擺了，西南向，但沒有西曬，而且4.7米寬。雖然很不錯，但也要跟房東砍一砍，因為也有缺點。1、2、3只有3個套間，雖然好舒適，但好像少了點。還有個缺點，小區有2個門口，平時上落班呢個出口比較塞。想要房間大、客廳大嘅粉絲，呢個都係一個選擇。